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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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 don't think 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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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t's never, ev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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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 gonna happen. I don't think 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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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 don't think 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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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t's never, ev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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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 gonna happen. 大家好啊，我係基奧阿妹，多謝大家撳入嚟睇我呢條東京之旅第2集啦。未睇上一集嘅朋友可以睇返先喎。行程嚟到第2日，一朝頭早我哋就過咗去有樂町車站嗰邊。一場嚟到呢個車站，梗係要買埋東京好出名嘅麵包嚟食下啦。雖然呢間麵包鋪香港都有，但我家姐話喺香港食過一次，一啲都唔好食啊。有樂町呢間分店，我一踏隻腳入去就聞到好香松露嘅味道。咁多款麵包整整齊齊咁放晒喺度，真係好吸引。因為晏啲要去食好嘢，所以我淨係買咗一個呢間鋪頭最出名嘅白松露鹽麵包。呢個麵包咬落好鬆軟，底部有微微嘅焦脆，而且松露嘅味道真係好香濃。平時中意食松露嘅朋友嚟到東京真係唔好錯過啊！今次2月頭嚟到東京，雖然未去到櫻花盛放嘅季節，但東京市內都有啲地方有早櫻睇啦。距離有樂町車站行咗10分鐘左右，就會揾到呢一棵好大嘅櫻花樹。喺呢度影咗一陣相之後，我哋就開始尋找銀行啦。點解要喺日本都要揾銀行呢？事緣係我家姐拉個銀包嗰陣，唔小心扯爛咗張1000 yen。咁啱我記得睇過一條 IG Reels， 有人都有同樣嘅經歷，話只要拎住張損壞嘅銀紙去到日本嘅銀行更換就可以㗎啦。嗰日我哋喺銀座附近行咗好幾間銀行，有啲淨係得 ATM 冇職員嘅，有幾間直情話冇呢個更換銀紙嘅服務。我哋一邊行銀座，一邊見銀行就入去問下。行到去 G6 嘅 SMBC 信託銀行嗰度，嗰時仲話如果呢間都換唔到嘅話就放棄之際，呢間銀行終於都可以換到啦。上到去上邊，職員知道我哋係遊客，都可以用簡單嘅英文教我哋填寫表格，主要都係填寫酒店名、地址、聯絡電話等等資料啦。填好咗之後就拎籌號等叫號，大概上咗去15分鐘左右就完成，換到一張冇爛嘅銀紙啦。晏晝我哋繼續留喺銀座呢邊食晏，呢餐我哋就揀咗去食壽喜燒。馬餐一代嘅午餐套餐都唔算太過貴，就可以食到飛鴕牛啦。我哋冇 book 到台 walk in 上去，唔使等位。銀座嘅呢間分店入去就要除鞋嘅，所以嚟到呢度最好係有着襪啦。就算我哋冇 book 到台都好，都可以坐到包廂，2個人自成一角，感覺真係好高級啊！特選壽喜燒有2款 size， 叫好晒啲嘢食之後，啲嘢就好快送上啦。仲有一張說明書教我哋點樣燒個壽喜燒添。呢個午餐套餐包咗一個沙律前菜、壽喜燒用嘅蔬菜拼盤，當中入邊仲有個烏冬，而呢碗麵豉湯都幾好飲，仲配咗一碗熱辣辣嘅白飯。壽喜燒梗係唔少得可以生食嘅雞蛋啦。至於主角飛鴕牛，雪花紋路非常之靚仔喎，100 gram 就有2大塊，而150 gram 就有3大塊，每塊肉都好大塊啊！食落嘅口感好軟綿綿，好似食緊棉花咁。呢度嘅壽喜燒醬汁鹹甜適中，唔會過分甜，飲埋啲蛋漿一齊食就更加香更加滑啦。依家剪片聽到啲燒肉喳喳聲，都好想再食啊！蔬菜拼盤裏邊嘅嘢食全部都好出色，特別係啲京葱、烏冬索晒啲壽喜燒醬汁同埋牛肉嘅精華，特別好食啊！最後尾嗰個甜品都好好味喎，係一嚿啲 cream 好香好滑嘅千層蛋糕，連半碟嘅士多啤梨都好甜㗎。臨走嗰陣見到，如果食燒肉嘅話，呢度仲要係用炭爐燒嘅。
想平平地就食到高級嘅飛駝牛，嚟呢度食午餐都真係唔錯啊！離開銀座，我哋就坐地鐵去到飯田橋站，去一個我好想去好耐嘅地方——神樂坂一帶行下街。一場嚟到呢個站，一於去參觀下東京大神宮啦。呢個神社喺東京最近非常之出名，係求戀愛嘅神社。入到去裏邊，見到大部分都係日本嘅後生女參拜緊，所以都應該真係好靈驗。如果唔係，都唔會咁多人啦。參拜完之後，仲可以排隊買御守，嗰啲求姻緣嘅御守全部都好靚啊！我都喺度買咗一個好多葫蘆求健康嘅御守俾媽媽。最後仲有個位可以俾人求籤添。不過最多人排隊都係買御守嗰條隊，唔係為咗求姻緣而嚟嘅我。一場嚟到入去感受下氣氛都幾好。離開東京大神宮，行返過去飯田橋車站嗰邊。呢個商場入邊有另外一個牌子嘅100 yen店 Can-Do， 每一間100 yen店都有唔同嘅卡通公仔嘅產品賣，所以有時間都可以行下，啲嘢真係好抵買啊！行完100 yen店，就行咗去前面嘅神樂坂通商店街一帶先。一條直路嘅商店街有好多唔同嘅精品雜貨店，又有啲賣好精美嘅碗碟專門店。嘢食嘅鋪頭都唔少選擇，有不二家牛奶妹嘅甜品店，又有一間好似好好食嘅燒鰻魚店等等。行到咁上下係時候食下午茶。同一條街我睇中咗兩間鋪頭。最近日本或者香港都好興食生冬甩啊，而第一間就腳我就去咗 We Love 冬甩啦。呢間鋪頭第一間店開咗喺好多甜品店嘅自由之丘，最近就喺神樂坂開咗新分店。喺日本嘅食評網同埋日本網民嘅 IG 上面嘅評分都唔算太差，不過喺香港或者台灣嘅網民就冇點樣提佢啦。反正我同家姐都未食過生冬甩，一於試埋佢先。鋪頭入邊嘅裝修都幾得意噶，好似入咗個山窿咁。行到入去就會見到一排個嘅各種各樣冬甩，雖然好似好衰咁，我哋只係幫襯咗一個冬甩，佢都俾我哋坐喺入邊食，而且仲好主動咁斟咗2杯水俾我哋添啊！呢個冬甩一咬落去就爆漿，感覺到裏邊啲 cream 真係好滑，好重奶味。食完同埋休息完對腳一陣之後，就繼續向前行先，打算去食第二間冬甩鋪頭。但未去到嗰間鋪頭之前，俾家姐見到呢度竟然有間洗錢神社，真係非常隱世。原本都打算最尾嗰日會去東京最出名嘅洗錢神社小網神社，但一場嚟到呢度咁有緣，梗係要入去洗下啲錢啦。入邊就冇其他人參拜緊，所以可以慢慢咁睇同埋影下片，都唔會阻住其他人。旁邊就有啲相片教你點樣做，將啲錢放上去筲箕上面，再用個筆水殼裝住啲水龍頭流出嚟嘅水，將啲水再淋下啲錢就完成啦，就可以保佑大家越洗越多錢。洗完啲錢就繼續向前行啦，行到去呢間全日本最出名食生冬甩嘅I AM冬甩。呢間 cafe 係I AM冬甩嘅姊妹店，只要每人買一杯飲品就可以坐喺入邊食冬甩噶啦。如果唔想幫襯買飲品，都可以買外賣坐喺門口食冬甩嘅。其他I AM冬甩嘅鋪頭聽講要排半個鐘隊，但係呢度大概等咗5個人就可以買到啦。呢間鋪頭除咗有冬甩賣之外，仲有啲麵包、蛋糕等等。最吸引我想買梗係生冬甩啦。呢間咁出名，我就買咗2個，其中一個買咗吉士口味，另一個買咗開心果口味。呢個冬甩真係不得了喎，咬咗一啖就知道點解佢可以咁紅啦。冬甩嘅麵包團真係好軟熟啊，吉士味道係好食嘅，不過開心果口味就更加好食。開心果味道非常之濃郁啊！暫時一口氣食咗3個冬甩，I AM冬甩嘅開心果口味整體最出色，拎到我同家姐心中嘅第1位。而我哋覺得 We Love 冬甩嘅 cream 比I AM冬甩嘅吉士 cream 出色喎。呢度啲生冬甩咁好食，最尾嗰日喺東京車站一於試埋第3間先。
不過呢間 Tokyo 嘅山東甩食落就麻麻地啦，食落個口感就有啲似有 cream 嘅沙翁啦。佢表面落咗啲砂糖而唔係糖霜，個麵包嘅質感都似食緊沙翁，而且裏邊嘅 cream 又唔夠滑溜喎。總之就唔使嘥 quota 食呢間啦。畫面跳返去離開神樂坂之後嘅行程先。我哋食完冬甩就坐咗的士去池袋嘅 Sunshine City， 大概又係坐咗10分鐘左右就去到啦。呢個商場真係超級大啊！我諗無論大朋友或者小朋友都好啱行呢度，有好多唔同賣衫嘅鋪頭之外，仲有好多唔同嘅卡通人物、動漫產品專賣店，包括有 Sanrio， 裏邊有好多佢哋公司嘅人物產品周邊賣啊！就連最新出嘅一番賞呢度都有得抽。隔離仲有迪士尼嘅商店，士多啤梨季節都出咗啲限定商品，真係幾得意喎。行前幾步又有宮崎駿動畫人物嘅專賣店，行過少少有一間 Thank You Mart， 全部商品都係390 yen， 又係有好多唔同嘅卡通人物產品賣啊！偶然仲有我超中意嘅小丸子添。最近網上有人話呢間 Redman Girl 嘅衫可以取替 Uniqlo， 今次一於去睇下先。但我同家姐入去行咗一個圈就出返嚟啦。可能係池袋嘅分店比較細間啦，啲衫嘅種類都唔算太過多，而且整體嘅款式我都係覺得 Uniqlo 靚啲啊。之後去日本其他城市嘅話，要去一啲大啲嘅分店睇下，到時再睇下會唔會對佢有改觀先。同一層又係有其他卡通人物公仔嘅專賣店。首先見到有 One Piece 海賊王嘅鋪頭，fans 見到就一定好開心啦。行過啲有比加超甜品嘅 cafe， 鋪頭入邊有好多寵物小精靈可以同佢打卡影相啊！有 cafe 喺度，梗係唔少得 Pokemon Center 啦。各位出色嘅精靈訓練員真係唔好錯過呢個商場啊！對面又有 Kittyland， 係一間專門賣唔同卡通公仔嘅鋪頭嚟嘅。離開 Sunshine City 過咗去呢間樓高2層嘅新澤藥妝店，之後會出一條日本好物分享嘅影片，大家有興趣遲下都可以睇埋㗎。行到咁上下又有啲攰，係時候揾間鋪頭坐下飲杯嘢休息下對腳先。呢間位於12樓嘅餐廳，我上一次嚟東京嗰陣都有喺度飲過嘢，啲飲品都係其次。呢度有一個大型嘅天花板，每隔15分鐘就會播一啲特效出嚟，都幾好睇㗎。整點嘅特效仲會放煙花添啊！飲品嘅價錢唔算太貴，張梳化都坐得幾舒服，又有啲特效可以睇下，又可以望下池袋嘅景色。高空望落去啲高速公路，啲畫面真係有啲似曾相識啊！似係打緊街機玩灣岸見到嘅景色。順便喺度播少少嗰日影到嘅煙花特效俾大家睇下啦。坐到咁上下係時候食晚飯啦。最近都好中意食雞白湯拉麵，喺池袋就揀咗食呢間都算幾高分嘅拉麵鋪頭。嗰日去到唔使排隊喎，入到去全部食客都係日本人，完全冇遊客添啊！我哋首先要喺門口揀咗要食咩同埋買食券。我同家姐都揀咗食雞白湯加雞蛋嘅大盛拉麵。我哋一致都認為喺香港好難可以用到50幾蚊就可以食到一碗咁高質嘅拉麵啦。同樣質素嘅拉麵可能喺香港要食超過100蚊。湯底嘅濃稠程度真係滿滿骨膠原嘅感覺，食完成碗麵都唔會覺得好口渴。
呢晚東京嘅溫度明顯涼咗少少，食完呢碗拉麵再出去，全身都暖粒粒，唔會覺得好凍。家姐話碗麵嘅筍都幾好食，我就話呢度啲雞肉雖然唔係好滑，但都幾有雞味嘅。臨離開池袋之前，喺 JR 附近食埋甜品先。呢個蘋果批表面嘅酥皮好香好脆啊，裏面仲有啲吉士醬，而蘋果嘅餡料酸度甜度都好適中，整體食落都唔會好乾爭爭，都真係幾好食㗎。下一集會帶大家去食一間東京最近好出名嘅 pancake 鋪頭，再帶大家去幾個免費影東京鐵塔好近又好靚嘅地方。另外會去東京我最愛嘅車站行下街，順便喺嗰度食咗一間好高分嘅吉列豬扒店，仲會介紹東京必去嘅求財小望神社，最後食埋一間米芝蓮級數嘅抵食西餐。好啦，呢條片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旅行片再見啦。